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中国的军机一直来扰乱台湾，甚至跨过海峡的中线，嘛，互这个区域的情势愈来愈紧张。美国陆军上新一期的军事评论双月刊，以中国武力犯台为主题，来提出讲美军重新派离台湾的构想，它来实现着美国协助捍卫台湾主权的承诺。行政院长苏贞昌讲，尊重各方的意见。 国际半导体展贵宾有够多，行政院长苏贞昌有出声，为台湾半导体产业加油。边啊，这是美国在地协会处长李英杰一直咧交换意见，讨论的敢是这件代志。美国陆军军事评论双月刊最新一期以中国武力犯台为主题，迄个报道讲到，若是想要维持保护台湾主权的承诺，美国方面应该重新考虑伫台湾部署地面部队。 因为中国的各种军事行动引起国际紧张，区域和平也受到骚动，所以有各方会表示各种意见，我们都尊重。但我们还是呼吁，中国整个防治疫情为最好，对于区域和平也应该有责任。 面对中国军机一直扰乱相关两岸甚至是区域的紧张情势，苏贞昌嘛再次声明立场。 台湾从不去打扰别人，但台湾也坚决的会保卫国土人民。广播站的又搁公布2台反舰机入到咱台湾西南边的空域，用风送甲赶离开，并且采取防空飞弹的追踪甲监控。